10分钟精读一本书，今天我们读《活出想要的人生》。本书是作家洪海的散文作品，讲述了他在中考失败后，如何在农场的畜牧职业高中，靠着自身的热爱踏上作家的征途，最终上岸成功。我想，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去思考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你想要活出怎样的人生？生命如同一场马拉松，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场比赛的参赛者。在这场漫长的旅途中，有些人选择了随波逐流，不知所然；有些人则坚持心中的梦想，奋力向前。洪海说，人生就像一次漂流，不管你愿意不愿意，最终你都要被推进生活的漩涡。或许你顺流而下，一路欢歌；或许你屡遇险滩，险象环生，甚至是中途付出生命的代价，直到你抵达生命的彼岸，你才能上岸。或许上岸的地方就在此岸，上岸可能是一场考试，一次选择，一次坚持。在洪海看来，人生就是不断上岸的过程，它并非意味着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，而是在不断的努力和追求中找到内心的平静与满足。洪海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，那是个祖国山河一片红的时代。中考失利后，父亲选择让他去上职业高中学习畜牧专业。父亲说，上了重点高中也不一定能考上大学，还不如上农场的畜牧职业高中。你看你妈能当上果园工人多么不容易。在那个年代，工人是社会中的重要职业群体，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中，工人的地位较高，待遇也相对较好。而且工人的工作稳定，有固定的工资和福利，因此被认为是一个相对有保障的职业。然而，自小喜爱文学，拥有着青春梦想的洪海，并没有就此认命，不能上高中，他就决定要当一名作家。在其他同学每天按部就班的上学，回家干农活的时候，他则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阅读和写作中。当时催生起他文学梦的还是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那一天，他在农场的幼儿园中遇到了一位喜欢文学的老师，他告诉洪海自己喜欢看萧红的《呼兰河传》。在这位老师的口中，洪海第一次听到了萧红的名字，这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。为了找这本书，学校的图书馆没有，他就跑到农场图书馆里去借。可他不是职工，尽管他用乞求的语气向管理员借书，管理员还是怕他弄丢，只能说让你家大人来。洪海的母亲虽然也是农场职工，可走过来最快也要40分钟，这可把心心念念的洪海难住了。这时恰好一位热爱文学的工会领导经过，在知道事情的原委后，便对着管理员说，以我的名义借，书丢了我负责。然而当时的洪海年仅17岁，第一次读《呼兰河传》，并没有读出其中的好。他当时甚至想，如果小说可以这样写，那他1个月就能写一本出来。可等他真的去写一本叫《青春》的答案小说时，却因生活阅历尚浅，绞尽脑汁也只能写出7、8万字来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这次的经历却催生了他的文学梦。几个月后，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举办金色的秋天文学作品征文颁奖，洪海当时还没有发表过作品，但也以农场文学青年的名义成功参加了会议。在那里，他第一次见到了主席台上的萧军、袁英和韩少华3位著名作家。颁奖结束后，很多人去找他们签名。当时只有17岁的洪海一个人坐在后排，后来还是萧老招手让他上前，笑着对他说，小伙子，从你身上我仿佛看到了我年轻时的影子。这句话让他又羞涩又激情澎湃，也让他一直铭记在心。后来北京农场通讯的报刊编辑来农场做宣传，声称报刊要改变，以后用稿量要加大，希望大家踊跃投稿。洪海当时不知道新闻通讯为何物，便壮着胆子问，能投文学作品吗？报刊编辑说，当然可以。于是洪海便把自己新写的小说回乡寄了过去，没想到竟然意外受到了主编的欣赏，并在北京农场通讯的报刊上成功的发表，而且还得到了32元的稿费。要知道在当时32元几乎是普通工人1个月的工资了。正是这次经历，对一个高中生，一个热爱文学的少年带来了极大的影响。他开始感觉到写作或许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。20世纪80年代被洪海形容为是一个文学狂热的年代，那时候文学社团众多，文学创作者更是遍地都是。当时经农场文友的介绍，洪海每周都会骑车到20里外的文化馆参加文学系列讲座，也因此结识了许多优秀的作家与诗人，他们之间相互讨论，彼此鼓励，共同在文学的殿堂里徜徉。后来洪海在劳作之余自己写诗、刻钢板，并在农场创办了通汇和文学社。他不断地撰写发布文章，跟随文学梦指引的方向，那个农场少年最终踏上了心目中的诗和远方。多年来，
红孩在创作、评论、编辑、组织活动中四面来风，影响了无数人。而他在散文上的理解更是独具标识，散文的形态自由和生活最为相似，它没有定义，无所不包，新闻典籍、书信日记等，从某种角度看都是散文。所以说，散文本身就带着觉悟人生的基因。我们记忆中的经典散文，应当从鲁迅先生的《朝花夕拾》以及朱自清先生的《匆匆》和《背影》说起，而两位先生的作品对红孩同样影响极大。多年后，红孩提出著名的文学理念，他说，如果把散文同小说做比较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，散文是说我的世界。他的这个理念在文坛上有着广泛影响力，因为是他把散文和小说的楚河汉界说得如此泾渭分明。看完这本书，海林也是非常感慨，农场少年并没有按照父母的规划，而是凭借着心中的热爱，最终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。小时候，我们就像被无形丝线牵引的木偶，习惯在父母长辈的唠叨叮嘱、老师的谆谆教诲、课本的条条框框指引下生活。那时，我们天真的以为这便是人生的真谛，直到后来才逐渐发现，那种人生其实并非所愿。人和人看似都差不多，都是一双手、一张嘴，我们都有着相同的身体构造，都会基本的生活技能，但人和人的思想认知实际上的差异却天差地别。所以有时候别人的建议只能是参考，而我们的人生各不相同，未来怎么走还是要自己做抉择。当初海林也是按照父母的建议，毕业后寻求了一份稳定的工作，每天按时按点的上班，却总感觉自己的生活一片空白，人生没有任何意义。那时的我也是心态浮躁，时常焦虑，没有目标，充满迷茫。说起来让我改变最大的还是阅读，阅读真的可以彻底的由内而外的改变一个人。记得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读完了卡耐基全集，这本书再一次让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后面开始看中外名著、历史、心理、人物传记，反正各种好书都看。没看书之前感觉自己什么都懂，可越看越能感觉到自己的无知，在看到一定程度后，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的变化，有心态的提升，有焦虑的减少，遇事不再慌慌张张，遇到困难也不再逃避，而且在为人处事上也没以前看得那么片面了。有人说，认知其实是一种选择，对我而言，阅读的确也是一种选择。虽然阅读不能带来物质的提升，但它却让我在精神上得到了改变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收获。在书中，红孩曾给自己的18岁的女儿写过一封信，他叮嘱孩子，路是自己走出来的，不管别人再说，你都要亲自去实践。人生的路没有一条是笔直的，都是曲折坎坷的。人遇到困难不可怕，可怕的是缺少战胜困难的勇气和方法。他又送给孩子正直、独立、勇敢、健康、善良10字箴言，告诉他人生就是一次旅行，无论长途或短途，看到的都是风景。最近在抖音上看到一个奶奶连线主播说，自己是个农民，今年60岁了，想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。虽然他手里只有5000块钱和一辆3轮，但他还是想出去转转。这是他小时候的想法，因为现在年龄大了，再不出去就出不去了。奶奶说，我买了个帐篷，往不冷的地方走，种完麦子我就往南出发。虽然我不知道这位奶奶的经历，也许她的一生都在为家庭子女所付出，但这一次她决定踏上属于自己的旅程了。人生就是一个过程，为什么不活出想要的样子呢？人要尽早开始自己的梦想，哪怕用一生去实现，别怕，允许一切发生。